是迪琼，一名街舞老师。跳街舞快14年了。初中我在内地上西藏班时，第一次看到街舞就有那种被附体的感觉，没有原因的，一看它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后来我在中国石油大学读法学专业，现在想想这个专业和我现在从事的街舞之间实在是太穿越了。我自己所在的舞队 L4 成立很久了，是个西藏老牌舞队，但是今天无极街舞是个崭新的概念，是同2位街舞界的前辈在去年开始规划共同打造的，就是要普及西藏的街舞文化，打造属于藏地孩子们的街舞梦。好，坐。好，这是今天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我们啊，所以我带的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新华社的记者，好，回去，快点，回去，站好。在西藏跳街舞，以前会觉得不务正业，但现在好多了。一方面学生压力太大，所以跳舞更开心一些，哪怕是减肥。街舞是积极向上的，我能看到学生跳街舞之后的变化，刚开始不太好意思，但之后就有自信了，而且这种自信能够延伸到生活中去。另外，街舞的那种 free 和个性，就算小孩只有5、6岁，他也能认识到，我要跳出与众不同，他的自我认知会加强。我一直觉得要和学生做朋友，他在学校已经有很多老师了，但在这里大家都是朋友，该打该骂，然后大家一起跳一起玩，还有鼓励很重要，越夸他做得越好。进步很大。藏民族本身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，西藏小孩虽然调皮，但天生的律动就是好，还有对音乐的享受。平时我们会带着孩子们琢磨传统文化怎么和街舞结合，这是一种创新，以后的创新就是要靠现在的小孩子们，这也是一种使命感吧。想想当初第一次接触街舞，到现在从事街舞培训，这中间经历了很多转折和决定，但回想起来真的无法预知，但正是这种未知才让穿越具有意义吧。穿越西藏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故事。